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台股是大落超过国安基金的红线，收在13778点，落340点。另外，这外国资金继续在调走，其中这台积电股价收在446块半，这是2个外月以来上届低数字。另外，这部台股换现金也因为美国升息加速资金调走，这台票换美金收在31.818块换美金1块。日日台股未也震动，电子金融、团产这款台股全部青顺顺，指数上加落到13773点，擘大落375点。暗过收盘前，好亲像国安基金进场护盘，中场小可有悬，暗过卖压也是挡袂牢，收伫13778点，落340点。也是突破7月12日国安基金宣布进场护盘13951点的纪录，创下21个月月新低，成交量是2178亿。整体卖压太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似乎护盘的一个这个力量啊，并没有办法扭转这样的一个趋势，看不到这个趋势终结的一个尽头。外资持续未超台股，其中台积电的股价一个开盘就大落，上加62块，暗过中场有较黏，收伫446.5块，落8块半。期待落超过2100亿。国安基金操盘手吴清华讲，美国收缩资金引起资金移动，只是短期负面效应。台股基本面好，国安基金会密切关心台股走势，过跨部会合作稳定股市。是非理性下跌的情况之下，一些稳定股市的措施，我们仍然会准备着去提出来，还要看整个市场发展的这个状况。韩国的话下跌是3.08%，日本也下跌2.65%。这些国家其实都比我们跌得还深啊！外资未台股换现金，资金一直退出，台票兑换美金的汇率早盘上加来到31.901，落2.36角。央行进场调节，中场收跌31.818，落1.53角。预测美国今年的升息大概13码。现在是17码，到了4%以上，所以金融市场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受到相关利息的影响，台经院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表现会比今年较差，强调美中两大经济体严忍同齐受惠。今年下半年出口表现受冲击，需要外靠内需经济来支持。强调今年经济成长率保三变数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央行宣布调悬半倍了后，今年已经是调第3届了。这代表讲，这买厝贷款的利率会变更较悬，少1000万一年就要加还人24000块的利息钱。那做年底这央行搁再升半倍，这银行贷款的利率会对1.935%起跳，未来这买厝贷款的利率恐惊就会超过2%。四家拢是新建案的广告，有的主打离南港只要15分，也有建案强调1个月付2万5起跳，就会当住伫南港核心。要来城想要买厝的人，不过起利息存款是来了真凶。不少想要买厝的民众转做是观察，贷款的负担嘛得咧加悬。你买台北市是不可能的啦，都要跑很远呐。就是会多个大概1000多块吧，勉强接受了。就伫中央银行宣布起利息半码了后，今年的利率已经连续起3届。根据卖厝中人的估算，若是以7月份五大银行新升做房贷利率1.703%足额反映，利率差不多起到1.828%，会创下2016年3月份以来新高。买上1000万的厝贷款的人，一年会增加新台票2万4的支出。上近10月份开始，201万指数房贷巨户，房贷利率会冲破1.8%，达到1.86%至1.87%。中央银行年底若搁一届起利息半码。到时银行房贷利率上加计效会调悬到1.935%起跳，房贷利率就要进入2%的时代。许多银行它在反映这个央行升息的部分，几乎都是100%足额反映了。5大行库的这个平均利率来看，7月份的话是差不多1.7多，那么这个8月份的话是将近1.8。事实上有一些房贷族，它的这个利率可能已经在1.8多，接近1.9。那再升半码的话，可能就会直接达到这个破2的水平。就伫国内房市受到起利息影响的时阵，交易量嘛大幅度萎缩。有学者认为讲，在期待要看无厝价降价现象。在卖方的部分，其实目前的降价意愿还是并不高的，必须要端看明年哦。那如果在需求还是处于比较疲弱，新增供给又比较大量的开出，那届时房价才有可能会有松动的一个状况。学者表示，今年下半年房市呈现利空的现象。买卖双方对价销的认知变大，地区交易量增加，会当持续观察明年房市新增加供应的幅度增加偌济。需求若是持续真少，市场新增加供应的量又搁大，
厝价才有可能有机会降价。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安算伫今暗时会到台湾，不过桃园机场公司伫今仔日早起收到恐吓的批信，这电子批内面是写讲有伫咧机场放炸弹，要求台湾就要停止一切台独活动。不过警方初步清查，发现讲这批信是对境外 IP 寄来的。另外，根据着刑事局的统计，去年9月底到今年8月，已经受理68件，讲要伫咧代替高铁一寡大众运输放炸弹的恐吓批。警察2个一组，为旅客休息区喷载到回收桶，规个详细做巡查，还佫有提侦测仪来回检查，都惊真正有会爆炸的物件，已经封藏伫遐。桃园机场公司2日早起收到一张无签名恐吓批。由不明人士25的时阵寄出去的，批内底写讲已经伫咧桃园机场放炸弹，要求台湾停止一切台独的活动。不过部分的旅客认为讲，这张批是写来乱的尔。我也不会太紧张，恶作剧比较高。会担心吗？不会，因为是不可能的事。就伫咧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按算2日暗时9点21分，坐飞轮机来台湾进前，向向收到恐吓批，时间点是真敏感，嘛互警方高度警戒。甚至蓬佩奥27访问台湾的头一站，已经有警察车伫咧巡逻，针对这张批的来源嘛展开清查。会同 IT 公司加强飞安检查，确保机场安全，初步清查网页留言 IP 为境外的 IP。今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前几天，桃园机场公司嘛捌收到恐吓批，内底写讲要伫咧桃园机场放3个会爆炸的物件。亲像这款威胁的信息，已经收到几啊届。高市刑事局的统计，去年9月24到今年的8月底，都接到68件的通报，恐吓要伫咧代替甲高铁等等的大众运输放炸弹。如果一旦在境外，他可能透过跳板，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你也不可能去调用监视器。那你也不可能透过业者去连接这样的一个人的身份。大部分的恐吓批 IP 拢是伫咧外国，若要追查是真困难。嫌犯若是抓无到，就要持续加派警察巡查，安尼嘛增加勤务的负担。不过考虑安全问题，相关的巡逻甲戒备也是爱持续进行。记者综合报道。9月18地震造成这个花莲玉里的春日国小的校舍受损严重，为着这学生的安全，20日开始改做线顶教学。听候这铁图作业资料后，总算伫今仔日会当登去学校上课啊。不过进前有想办法拍通的这个赤瓜山产业道路，却因为这2天雨落真大，又搁再崩山，抢救工程也拢成暂停。规路拢遭大石头石头，花莲玉里赤科山产业道路受到9月8强烈地震影响，一寡路段崩塌，23专线抢通了后，无想到这几天啊落大雨，佫造成7.4至10.5公里严重崩塌，双向交通中断。玉里顶公所封路管制尤其上山，因为目前山坪土石也是一直无稳定，抢修工作暂停。下天后好天了后再个抢修。道路都还没有通比较严重的路段就是在7.4K。到10.5K 之间，现在农民的进出还是仰赖那个往竹林湖的那一段，替代道路。我们昨天有上山去抢修，结果崩落的情形还是不断，落石不断。另外有大雨的一个特报，所以天候非常的不佳，增加我们这个抢修人员的一个危险性，抢修的一个工程进行暂停。教室佫出现读册声，同款伫在后拍拼中间的一个玉里春日国小，2日即天总算实体上课。9月8地震倒塌的校舍已经拆完，经过评估，国小部甲幼儿园拢留伫原教室上课。校强调会先修理防护走廊厕所，也甲部分neu条。丰益走廊那一块已经把它清除完毕。那未来我们学校规划呢，会做一个简易的丰益走廊，先把就是南边的那个厕所，男生厕所跟女生的厕所。再来就是幼儿园那个2根圆柱体那个部分，我们先抢修完毕。目前校园内底也有工程人员持续善后。春日国小表示，后续会请县政府技师做耐震度评估，有安全疑虑的所在，就申请做补强工作，降低天灾可能佫带来灾害。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政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8,513个本土病例，即中重症患者122个，死亡个案也有56人。这死亡个案内面一个上介细汉的是一个7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另外，讲到咱国内这 BA.5 病例已经占本土病例80%咯。也因为目前也阁是疫情的高原期，指挥中心宣布，对即马开始会当免费予55岁到64岁原住民快筛试剂，而且对10月初一开始65岁以上，也阁6岁以下的囡仔呢，拢会当免费领这快筛试剂。另外，第6轮的快筛检命剂，一个人上济会当买到30支。新冠本土疫情持续传开，26礼拜一新增加28,513例本土病例，全台湾也是以175,000多例上济，中重症122例，死亡56例，其中年纪上细汉的这7个月的查某婴仔，伊出世的时阵有慢性神经系统疾病，长期倒伫床，感染4天后不幸过身，累计今年儿童重症有229例，死亡有34例。死因主要是新冠肺炎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以及有败血性休克的这个状况哈。另外，顶礼拜基因定序拢总完成160件，其中128件是 BA.5， 占本体病例80%。佫出现头一个 BA.5 儿童脑炎重症的个案，是2岁的查甫囡仔，伊8月底确诊住院，后加再经过治疗了后已经好啊。指挥官王必胜是讲，疫情整体下降幅度少，研判也是高原期。推测现在的疫情是处在这个所谓的高原期哈，跟我们先前所预料的那高峰会在这个上一周或者这一周哈，那看起来是一个高原期的这个呈现。考虑本土疫情也是伫高原期，指挥中心宣布，即马开始免费提供55至64岁原住民快筛试剂。另外，10月初一开始，65岁以上的长辈，也甲0至6岁细汉囡仔，会当免费领快筛剂，佮实施第6轮快筛实名制，每人上册会当买6份30剂。另外，外团最近要处理报销疫苗350万份，浪费12亿，其中5亿是高端。王必胜强调，全球疫苗到期报废比例10%。咱国购买疫苗原则是买合格下用的，也甲有效的疫苗，而且台湾提供真侪种疫苗选择，所以一定会有有效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国民党蒋万安的发言人李德维讲，民进党的陈时中只是气科医生，无算是医生，却引起正人的议论。虽然李德维有来回实的，不过陈时中认为，这款的讲法已经伤害到这个行业了。另外，资深的媒体人周玉蔻表讲，前中华民国小姐张淑娟和蒋万安的爸爸蒋孝严过去有歹代。张淑娟今仔日也去到地检署提告，周玉蔻去到现场要甲伊回实的，说甲这个国民党的议员王宏维当场是冤家相骂。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蒋万安竞选团队发言人李德维，其民进党陈时中气科医师无法度讲是医师，引起气科医师工会抗议。李德维虽然发文回实了，也毋过陈时中无认同。尤其我们牙医师团体对于社会服务是特别的认真。好，那用这样的角度来伤及一个行业，我想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那至于谁要来道歉，我想就凭着他们自己做对社会怎么样做一个适当的交代，我们自然就会观察。无党籍黄珊珊成立竞选总部大会，选伫台北市立大学召开，防质疑违反行政中立。黄珊珊强调一切合法。北市大的部分我们已经昨天说明了，我们大概就是全部都合法合规。最近资深媒体人周玉蔻一直强调蒋万安身世，惹了伊的父亲蒋孝严绯闻事件。蒋万安批评周玉蔻甲陈时中是抢相逢，蔡政府政治甲媒体合一，伊也证明邪不胜正。选举到这个地步哦，其实还是必须要有一个底线哦，实在是不应该牵连无辜。其实，我想很难想象啊，到今天台湾，我们竟然对一个人的安全、他的名誉、他的尊严，可以公然践踏到这个地步。先向张淑娟小姐道歉，深深一鞠躬。但是，张孝严先生，请问绯闻案女主角究竟是谁？
张孝元先生，什么李孝元先生，我没有跟他滚过床。周玉蔻小姐，你道歉是不够的，你又利用媒体霸凌弱势，霸凌一个没有麦克风的声音的人，这样子的新闻素质素养，我觉得你不 OK。防指控涉自绯闻案的周小官立拉到北检提告，结果可提前到场，佮当众向周小官回失礼。杨过甲陪同周小官前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宏伟爆发口角冲突。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看线来看新北市长的选战，这民进党林佳龙一直咧追究国民党校友期的警大朴素学历是有问题。立法院民进党团甲林佳龙今仔日拢接期，这校友期竞选办公室所提出来的警大声明是假，要求校友期说明，而且爱向社会大众来回实咧。不过校友期强调会当受人评论，也欢迎各界来检视。另外，民进党团也接期这国民党的家人市长参选人谢国良涉嫌借钱赚利息钱，不过这谢国良回应讲，这寡指控拢是无影无迹。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一直讲对手校友谊警大朴素学历，质疑校友谊竞选办公室所提警大声明是假报的。民进党团日来开记者会询问，警大校长已经公开否认，不过校长也想要转话题，要求校友谊要讲得清楚。侯阵营为什么去伪造这个声明必须要对社会说明以及道歉。我想这个也可能涉及刑责。检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可受公平，也欢迎大家来检视。仍是基隆市长选举，民进党团根据检调侦办德行政管董事长林冠别甲钱赶走的案件，这个有超过1亿流向国民党参选人谢国良金钱国际公司。谢国良恐惊牵涉收受犯罪所得等5大罪。一家资本额700万的公司有办法借1亿多台币，而且是用美金来借款，那到底合不合理？还款1亿多里面，还有300万的利息钱给了谢国良个人。那如果金星这家公司是用公司借款的话，那为什么利息钱是还给个人呢？事实上，当年的那个借款，金星是只有占300万，其他是由2个公司共同代予的。那2个公司其中就有一个公司的资本额是达700万美金，所以做这样子的借贷是完全没有问题。互人指控牵涉到借贷洗钱的谢国良讲，民进党团指控的内容是无影无迹，未来会提供证据，希望民进党团会当对这代志回实力。记者综合报道。大家看一看。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当这个北韩进行飞弹射击演习的时阵，美军也调动自日本的美军第7舰队雷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会动着南韩的海军，计共20多只的军舰，对2日开始要进行4天的联合军演。这是5年多以来呢，这美国南韩海军上界大规模演习。美韩2国海军展开大规模联合军演，已经是2017年11月的代志，到即嘛将近5年。当时包含雷根号在内，美国出动3只航空母舰，也甲美韩2国海军大批主力舰舰，伫日本海峡联合演习，为也为着安抚北韩，并将处理朝鲜半岛局势的主导权交予有关国家外交单位。年度演习的规模求水，甚至取消。不过，北京甲青瓦台先后改定换代，朝鲜半岛搁再出现紧张对立的局面。北韩搁再展开密集的飞弹测试，甚至放掉动用核武。就伫雷根号航空母舰到釜山了后，北韩2号又搁发射底艇飞弹，互5年来规模上大的美韓海軍演習顯得更加敏感。We leave the messaging to the diplomats. Our interactions with Iraq Navy are tactically purposeful in developing interoperability to ensure credible combat power. 外电报道指出，北韩第2号发射的飞弹飞差不多600公里，弹道宽度是6万公尺左右。虽然属有底艇飞弹，不过会当炸核子弹，飞弹射程会拍到朝鲜半岛南部。国家进前通过立法，授权飞弹部队会当先发动攻击。不过路透社也引用专家话讲，北韩的动作是为了提高对美国谈判的条件，上主要目的是促使美国放令甚至解除制裁。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伫明仔载要举行国葬，总统蔡英文特别指派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驻日代表谢中庭组成代表团出席安倍的这个国葬仪式。这个代表团今仔日也出发去到日本。这届的代表团成员拢是捌做过院长级的这个政界人士，外界也拢伫咧关心讲，这代表团敢有机会甲日本的高层，或者是美国副总统胡锦丽交流咧？前立法院长王金平讲无，强调这桩是去参加国葬大典的。伫咧中国各地头有真侪这款有问题建案，是因为政府拍炒房，致使有真侪新建案的厂商无资金转势开始倒单，买厝的民众也拢看到这厝还未起好，说着爱开始立这买厝的贷款互银行，甚至有民众是硬要带入去起到一半大楼。细市富林人挂着大包小包的物件，黑暗中爬楼梯上楼。这栋位伫广西桂林，外表看起来真有气势的34楼建筑，是真真正正烂尾楼，内底无水无电无家私，厝内空空无物件。我没办法，它太热了，我就在这个地方打个地铺睡。这间两房大约21平的厝是55岁住伫河北的县市富林人，伫2019年初买予后生结婚用的。当初建商拍出有水环景观、空气品质真好的口号，吸引真侪人小争买这个有售建案。想要到2020年中就出问题，建商的母公司互法院指控违法募集资金3.4亿人民币的资金互没收，有售厝被迫停工，消息传来，互人拢讲起。好像从天上一下掉地下去了，就那种感觉。感觉这个家里所有的心血都投在这房子上了。本来吧，儿子都那么大了，俺给他买个房，他有个手艺，到这个地方，哎，能自行这个创业。没想到房子烂尾了。细市富林人接备着家庭的谅解，被标一个人搬伫烂尾楼，受害毋乃一人，其他大约有20户的厝主也住伫互人新厝的新厝。因客人呢伫建筑外的水道头接水，临时设置2间临时便所，过着像贫民窟同款的生活。你老百姓一辈子买套房，到现在这么不容易，都是种地的老百姓。伫中国像安尼的烂尾楼，全国各省拢有300多栋，买无有经停工的有售厝厝主家己计较房贷的风潮，和烂尾楼的问题更加严重。就是说这个问题啊，首先它会影响到一些房屋的交易啊，影响到大家对政府的一些公信力啊，对吧？也可能会使得开发商的债务问题越来越大。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它其实从这个经济层面啊、企业层面啊、社会这个层面、预期层面啊，都会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这个内容。虽然北京当局已经推出援缴房贷甲用资纾困计划出面解决问题，不过速度慢、成效无好。当时有报道指出，中国房地产强要崩盘，等引起一连串的效应，包括材料、家电、承包商、甲银行等下游产业拢受到冲击。加上因为疫情因素真正丰盛，影响经济活动，外界烦恼中国恐惊会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公司新闻站回应编译。共产国家古巴第2日举行历史性的新家庭法公投，选委会指出，讲伫投票结束前，这840万合格选民已经有超过一半完成投票啊！这互当作是古巴改革以来上界重要公投。若准赞成票数有过半，就当决定这同志婚姻合法化、同性经判收养囡仔，显示讲这保守的社会也当咧转型。古巴公投第25透早举行，总统迪亚斯卡奈甲夫人做伙伫投票所出现，挺政府所推广的新家庭法。Mi expectativa es que la mayor parte de la población de un voto por sí y tenemos que acostumbrarnos que en temas tan complejos, donde hay diversidad de criterios. 前总统老尔卡斯厝嘛前往投票，结束了后，甲边仔监票的学生囡仔握手。古巴政府推广的新家庭法，强调性别平权、消除歧视、尊重多元家庭价值，并保障儿童、长者甲新长者的权益。新法高修正婚姻的定义，未搁限制一男一女，代表同性婚姻合法。同时也开放同性伴侣收养子女，也甲非商业性的代理引表。Por eso te decía que más humano, más sensible. Porque nos incluye a todos y todos debemos respetar la sociedad.
政府大度修改1975年实施到即卖的家庭法，对于一向奉行共产主义的古巴社会来讲，是真重要的里程。较早古巴同性恋公开效果，就是送军事劳改营。古巴政府捌伫2019年计划同性婚姻合法，毋过伫教会甲舆论强烈反对，煞失败。同志团体是讲，这个选举毋是选民检视政府政绩，是政府借由公投接纳同志平权的潮流。互古巴多元族群倡议运动向前进一大步。新家庭法虽然保障更较侪族群的权利，毋过毋是所有的人拢赞同。部分民众对同志婚姻合法也是持保留的态度。国家古巴拄到30年来上界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连民生需求都强要有问题。民怨真侪的情况下，而且部分选民会以反对票来表达抗议。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面对中国威胁，前联电董事长周兴成正前宣布要捐钱予民防培训团体乌鑫学院，引起正面议论。周兴成今仔日和乌鑫学院的创办人对谈，强调人民心理建设重要，也要有实体的国防能力。周兴成也批评讲，真侪参选人敢若签署唔愿投降的承诺书是伤过软正，应该爱宣誓保卫台湾，甲即位强准目。俄乌战争爆发，加上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国文武强吓，咱国的国防兵防受到热烈讨论。面对中国威胁，前联电董事长周兴成先是捐款30亿协助台湾国防，今日又宣布捐款予兵防培训团体乌鑫学院，引起讨论。伊20日受邀到乌鑫学院创办人辛不扬等人对会，强调防范中国的亲门大户的重要性。今天呢，要各个方方面面团体啊，大家第一个要觉醒过来啊！人家已经亲门大户，人家要把你这个台湾的这个自由社会毁灭。95%的人在战争的时候呢，其实是不用在前线作战的。那这些非战斗的人员要怎么样让后勤稳定？然后呢，譬如说，假设今天发生了一些这个俄罗斯的一些假消息的一些进攻，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因为大选要到，各界好奇，周兴成敢是会到啥工徛台？周兴成强调，这摆投票是决定咱是乌克兰也是阿富汗，也批评真侪名参选人签署不投降承诺书上弱。不投降承诺书，我觉得很弱。不投降，他可以躲起来、钻起来啊！你要宣誓，我要跟我的职位共存亡。如果躲躲闪闪这个问题啊，拜托大家千万不要投给他。周兴成强调，像香港回归了后，北京明明讲50年无变，实际说是20年都变，也隔空司法，台湾应该应做警示，也强调边防准备中人民心理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强调要有实体防御能力，所以捐款投入国防甲边防，防范中国的亲门大户。记者综合报道。对这个月24开始呢，这宜兰大洞的累积雨水量超过900毫米，加在26早起，这雨有变较细。气象局的局长地明典就分析讲，这届落雨伤过集中，认为是宜兰的地形加上东北风和东风的效果，才会超过因所预测的雨水量。大雨落袂停，25暗，宜兰也是有部分地区继续落雨。气象局统计，宜兰大洞涵溪测站伫25迄天，就累计754.5毫米的雨量，24起当地累积雨量超过900毫米。南澳的西帽山3天累计雨量也超过800毫米，大洞清水也突破700毫米。今日雨势超过有报达，气象局局长田明典分析，对流这两岸主要原因是台湾东方海面偏强的东风，这个海面湿润的空气伫台湾附近，拄到微流带着冷高压的相对大冷气产生的对流。事后看啊，就是东风跟我们东北风相遇，宜兰有一个特殊地形，这几个因素合起来的。现在这个北风它真的是很弱很弱啊，所以在我们之前的预报上面，其实没有办法那么明确的看出来这个讯号。有气象专家分析，到21岁属期，东北季风异常降雨发生的季节，即摆宜兰落雨超过有报达，主要受限于目前科技对海面上刷入的水汽掌握也无法度真正确。秋季也属于气象有保障较困难的季节，像风台路线有测都有局限。进入秋天之后，开始有这个东北季风的南下。那东北季风跟台风配合在一起之后的话，常常会导
导致就是可能台风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它的这个风力比较强的这个部分已经到了台湾的附近。今年17号风台库拉已经伫26早起形成，目前是轻度风台，气象局预测向西北转东北沙东，对台湾无直接影响。气象专家表示，目前海边由万有扰动发展，也无排除各有风台形成。目前9月份风台形成数已经接近气候变温带。记者综合报道。今年9月27，就是这个目前地球还有日头连做一条线日子，也因为这个目前换地球是上界近的时间点，是这60年来上界近的一届。这目前本身有红色的线条，会当清楚看到。台南市天文协会名誉理事长周金王21暗时伫咧门口口，透过着天文条件录170分钟，目前自转变化过程。也因为这是60年来上界近的一届，9月27前后，拢是观测好时机。民众只要暗时8点过时阵，向东南方迄边看，上界光的迄粒星就是目前咯。伫咧屏东垦丁的尊芳礁附近海域呢，最近出现数量真侪有仔鱼，数量比英国搁较侪。毋但是垦丁这个所在，全世界也拢有类似的情形发生。这鱼仔族群数量有增加的趋势。除了是温度等等的环境因素，学者也认为讲是受到疫情影响，无法度去掠鱼，这鱼仔才有机会生团。上万尾有仔鱼慢慢仔形成圆条形，转起来就那亲像水底光丽风共款。屏东垦丁尊芳礁附近海域最近1个月出现这种壮丽奇景，请唱水的人专工来看。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沙丁鱼风暴了，那学生看到也都是异常的兴奋，大家都很兴奋，然后鱼群真的是很壮观。唱水的人经过时阵，鱼鳞正有特殊散开，不过随甲做伙。唱水的人伫鱼鳞内底画面，互为少民众真新鲜。如果说能够去当场去看这种美景，当然是很棒啊。学者解说，有仔鱼拢有规定做伙受的习性，因为整体看起来较大球，敌人都唔敢挖近，拄着攻击，敌人嘛上拢无。今年毋但垦丁，全球有类似景象的所在，鱼鳞数量拢有增加。除了温度加食物充足这环境因素，学者认为疫情影响国际掠鱼，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疫情，所以很多船都没有办法出航，就算他出去回来，可能也没有办法销售没有销售的管道，所以呢，反而让这些鱼呢有机会呢可以大量的繁衍。虽然疫情影响不少经贸活动也是交通，不过也让各地生态有休喘的空间。国门特别开放，当地业者也希望会当成游客来，不过嘛呼吁全民共同保育，让这种的生态奇景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对8月开始，甲油鼎津贴补助调悬到1500块，不过真侪准公共托育机构的费用一直拢无起，偏偏即马万项物件拢伫咧起价，恐惊会愈来愈吃力。台北市政府就透过联保委员会审查，考虑到这业者因为成本增加，再加上这家长负担等等因素，决议收费上济是起500块。6都内面呢，只有台中和高雄无起价。在老师歌声的带领之下，这囡仔准备要吃点心。这间委托董事长基金会经营的托育机构，就算受到疫情的影响，家长也是小济甲囡仔送去。因为政府为8月份开始，甲幼儿津贴补助调悬1500块，希望鼓励大家生囡仔。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全球通货膨胀严重，机构的人数实在厝租等等的费用万项交起，所以希望收费会当调悬，来反映实际经营的情形。教具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如果就是有就是让小孩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利用，其实我们家长是可以就是接受基本薪资的调高啊，那他本来就有一些管理的费用要支出啊。托育的费用若起，家长普遍认为讲，即马万项交起，其实是会当接受合理的起价。亲像台北市府透过年保委员会审查，考虑业者营运成本增加等等的因素，决议收费的上限调悬500块。因那6都内底，目前敢若有台中甲高雄还未做调整。从2016年开始啊，我们的那个准公化托育中心的收费上限就没有调整过了。那这一次呢，相信通货膨胀对业者是有相当的负担影响，所以我们就决定做这个调费500块。那我们也不希望造成家长的负担，如果政府能够把费用补助给机构，其实也是3赢，那一方面不用额外多增加负担，机构也能够获得一些补助，
请政府也能够实现它的承诺。台北市准公共化托育协会表示，真侪机构6、7年来拢无起价。不过，这波疫情的冲击，机构的经营成本一直在增加，有的机构已经经袂掉啊。台北市府嘛同意起价，才会当来反映成本，嘛希望政府会当甲这个机构补助，毋是搁增加家长的支出，嘛较袂互家长认为讲，这个补助是甲同会碰撞拍赌气尔。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听过铺伫空气当中的营养有粒啊，亲像是 PM2.5等等，这款物件会影响到咱的健康。最近台大和阳明交通大学搁在发现讲，这污染物毋若是对这车的烟弹讲所排出来的，伫都市地区也有一部分，就有可能是因为这车打洞啊所产生的金属营养。那这个会造成的可能金属的粉屑跟碟盘的消耗。就影响很大，那它可能会把碟盘的金属刮出来的部分就会有很多，会产生很多金属的粉尘。都会地区常常咧塞车，尤其是上下班时间，塞车不时就爱打洞，打愈侪摆，内顶甲洞仔盘一直咧，毋若省长车辆，嘛会产生危害空气品质的金属粉尘，透过喘气进入人体。像是汽机车在行驶过程中，有没有踩刹车？那刹车金属的摩擦过程中，其实会逸散出很多的金属的粉尘。那这些金属的粉尘其实也是会对健康跟空气品质造成影响。除了大家拢知影的烟弹讲废气以外，台湾大学甲阳明交通大学团队最近研究空气品质，发现车辆打洞所产生的金属粉尘，包括铁、锰、铜等等，嘛可能会造成健康的危害。其实会造成像是我们一些支气管炎，还有一些呼吸道疾病，甚至呢也会诱发气喘。所以不是单纯的咳嗽而已。专家提醒，在都市生活时常拄到空气品质的问题，若要保护肺部的健康，上重要的还是爱挂嘴暗出门。记者麦祥莹、林玉凯台北报道。在去年，咱台湾失智症人口有31万多人，是总人口数的1.34%。失智症病人数量毋但逐年增加，而且有少年化的趋势。台南州也基比病院和公所做伙来推动北欧式的走健，要培养时代运动的习惯，也要拖慢老化，预防失智症。一透早就看到一群老大人手拿2支拐仔，伊毋是要去爬山，是咧做伙走健做运动。时代对复健师的脚步，大家哪行哪开讲，拢袂无聊。跟奇美医院一起来，今天的主题是以北欧式健走带领我们的社区老人如何用健康的方式来做一个健走，然后也做一些基础的一些伸展操的部分的展示。行路做运动是安怎个爱举拐仔咧？这就叫做北欧式的走健。根据国外研究，举2支拐仔走健，毋但维持平衡，较袂翘骨，佫会当改善骹头乌、关节疼的问题。规身躯有8成的筋肉拢运动着。这一套的这个健走上的运动，运用在社区的老人或者是说有一些膝关节有一些障碍的老人家，利用这个北欧式的健走上，让他能够在活动上面不会对膝关节的负担太过于沉重。柳营基美病院和公所做伙推动北欧式的走健活动，逐摆拢有治疗师陪这个时代做伙运动。就是希望会当培养社区的时大人平常做运动的习惯，活动筋骨，预防失智。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内埔有一个少年家啊，2年前呢，因为伊身体因素袂当做伤食力的工课，就要伊申请政府的青年创业贷款，甲厝内面本地槟榔园厝调，改种这水耕菜荽，收入阁真好。也5万讲有愈来愈侪农民做伙来投入，甲这水耕菜荽市场做起来。这是屏东内埔的水耕菜荽农场，负责人就是这个少年家林祖宪。2年前因为爸爸身体无好，回来厝领导做菜荽批发，后来甲肝捐予爸爸了后，袂当做伤粗重的石头，林祖宪就决定来种水耕菜荽。像我们家的工作就是我要搬瓜类啊，它那个一箱都是30斤、50斤，那做这一种工作是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它比较没有这么出众。前面大概1-2年的时间，一直去改进，才做到现在，我不用药，在药病虫害跟不用药之间取一个平衡啊。这个都是斜纹夜道虫的，这是幼虫啊。
万事起头难，林祖宪讲，头一年因为鼻虫害严重，2个月拢无收成。后来豆豆仔研究鼻虫害减少农药的使用，到今嘛已经唔免除药啊咯。今年数据拢有稳定的收成，主要拢消对超市、火锅店等等的通路。目前在种的话，你说有量产的、比较有规模的，只有我目前看到是只有我一个啦。种水真的。对对对，但我希望说我们要像中部这样。多一点人种，那我们一起组一个产销班，一起去打连锁超市，会比较好进去。林祖宪讲，最近菜食起来较油嘛较脆，真侪消费者介意，因为成本较悬，市场价格嘛比途经菜较好。伊希望会当有愈侪农民投入，做伙甲水经菜的市场做起来。那农民的收入会较好，消费者嘛通食到优质佮清气的菜色。记者综合报道。屏东县政府办这红莲果的评鉴，唔那选出上甜、口感上好的第一名，又再选出上届当上届大粒的冠军。结果呢，竟然有一个农民伊共摕到2项的冠军。这个上当的红莲果一粒就1公斤多，咱做回来看卖。看到这大坑的红莲果，这是这届摕到屏东县府红莲果评鉴2个冠军的农民蔡金桥所种出来的。伊这届除了摕到品质上好的奖，佮种出1060公克的红莲果，摕走上当的奖牌。伊也分享用科技管理果子的经验。跟高雄改良厂合作，用智慧喷灌的方式，然后节水喷灌，然后减少我们就是很多工作量。那因为天气太热了，它这个智慧喷灌是，设定我们是电脑有程式设定，就是在35度C以上，在11点到2点之间，如果湿度小于70的话，它就会自动喷灌。我们现在全部都是跟刚刚改良厂配合，我们现在整个系统已经用到赖推播，我只要打10S， 就代表喷10分钟。用赖就使设定时间，佮随时会使掌控作物的状况，有影真方便。无这套系统进前，农民可能袂记得因田或者是储水上久，浪费水。尤其面对囝生少，做田的人愈来愈少，甲农业结合科技，成功又佮准确，这也是未来升级的一个趋势。整个农业已经发展到智慧农业，对，从惯行的传统惯行农法，要提升整个 AI， 连土壤温度、湿度都可以传到手机，随时这个管动式的管理。屏东这届办评鉴，也是鼓励各地农业打拼的农民继续升级农业，种出品质1粒1的红莲果，而且也替得奖的红莲果找销路、加行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原住民赤面的文化，因为部落的老大人若阵过往，即马就讲看无咯。不过这几年为着要传承文化，真侪少年的族人愿意伫面顶头赤家族的标志。若准备赤，也该经过部落老大人的认同，毋是清清赤菜就通去做的。11年前，为着甲台湾原住民族有赤面文化的老大人组织做伙，在鲁古国家公园3月村，特别邀请6个伫咧全台湾各地有赤面的社会人来遮聚会。不过，即马老大人愈来愈少，少年的族人对家己的文化已经产生危机感。印第安人就问我说：“你们部落的文面目前有几个人？”我说：“还有4个。”就是跟我讲说，如果这4个人都走了，你们的文化就没有了。赤面是台湾原住民族的传统文化，无共族群有无共赤的形体。一般来讲，出世会当赤伫咧头壳遐，会晓织布的妇人人会当赤伫咧喙皮，会晓拍赖的查甫人会赤伫咧下骸，这是祖先传落来的风俗。不过现此时族人若是要赤面，实际生活当中加减会拄到别人无共款的眼光。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工作，一闻上去，大家就会对我们指指点点，那是非常重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心智不够强壮的话，很容易被他们影响到。很多不了解的人，尤其是汉人，你为什么这样？都难看，你看是不是他们都有问题？这个参加赤面传承活动的族人，台亚的有6个，德鲁古的有5个，赛德克族有2个，其中2个是女性，拢总有13个人愿意传承传统赤面的文化。我们需要帮忙的地方就是还蛮多的，就是能够说让我们的文化能够复振起来，一直这样传承下去。部落的头人强调讲，赤面都要遵守做人的戒律，包括品德操守、得到老大人的认同等等了后，才会当进行。其实就是现代所讲的品德教育。希望各界若是拄到有赤面的族人，会当以平常心来看待，而且尊重无同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
根据到内政部的统计，摕到台湾身份证的新住民人口已经超过65万人，其中来自越南的新住民就占1/5。为着要了解民众，互民众来了解到这越南的历史文化，嘉义故宫南院2022故宫亚洲艺术节就以越南做主题，用文化体验越南雅典、嘉义文典演等等为内容，要小连续办活动1个月。台顶建造越南传统乐器。嘉义故宫南面2022年亚洲艺术节起稿，即届以越南做主题，有越南的历史文物、和文化体验、艺术表演，帮民众更加认识越南这个国家。在东南亚国家的收藏里面，最有特色，数量也最多，然后品质也最好的，应该是越南的文物。我们这一次都把它尽量的拿出来展出的。越南各方面的文化，包括文物、艺术表演、这个电影播放、专题讲座、书画展示等等，都比较齐全了。连续1个月文化艺术活动，故宫南面表示，只要是越南的新住民家庭或者移工家伫台湾的越南学生，伫艺术节期间凭证件就会当免费入来看展览。非常有意义啊！那很難得在台灣，我們能夠看到我們自己母國的一些古物，對，古物非常珍貴。Nay chị mặc áo dài, em mặc áo dài, em có cảm giác như em đang ở Việt Nam vậy. 对呀，我们都穿着自己国家的服装，都觉得好像我们也是好像在越南，风景那么漂亮。故宫南面指出，今年是台湾甲越南互设经济文化办事处的第30档。台湾产业移工内底嘛是越南人上多，希望透过这个艺术节，唔但互台湾人认识越南的文化，嘛互台湾的新住民朋友会当有机会行入来故宫南面参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4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4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2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